你那个都得多苦啊，老家伙，那怎么表面喽？看个到底该谁没？然后他妈亏不牛，亏牛了，他苦了，他说同个来输不，那可是也真不对了呀。说他们啥别了，那个人家对了，还不行呢。人家让我低路的，我是哪的啥？大家多啥呢？那个低来了嘛，交钱，钱都没交钱呢，也顶个比较呢，一头回来了嘛，大家多啥呢？那个多啥呢？嘛，也顶个比，也顶那个比呢，做了的。牛逼啊，当然，所以买多少呢？买少了没？哦，那个啥那个啥讲？哦，找到我嘛，用到爆呢，配也代表苦了，啥情况？干嘛嘞？大杯咱在洗做没？过来大杯摘，大杯在新疆里，咱们洗的。不舒服，那我压到边嘛边，这边，好没好的，好的，没有多久啊，一头来了，现在，你看呢？用的多少呢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在，1米零，有没有在？有没有在？咱用俺没有在，他们那是炒牛在。都有一下。好了，知道，过来嘛，一头来了。